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师母平安。只有这一句。顶礼拜无来的人，记去看顶礼拜哈。上礼拜师母分享非常精彩的他们家族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怎么样带到泰国来？那为什么又讲到种子怎么跟种子有关系？种子会长成树的嘛？然后可是他们的种子长很多东西哦，很神奇。所以呢，我就写了这个奇迹，种子的奇迹，而且一个种子呢，它点燃四季之光，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哈，非常多的事工在这边，很奇迹式的发生哈。所以等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到最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精彩的影片，对不对？谢谢师母今天非常赶哈，那个听说曼谷又塞车了，塞车的日常。是的，今天曼谷天气就降温了，我们今天早上才17度，对，那可能大家都开车出门了。是，所以祝大家哈，祝福大家也能有健康的身体哈。但是17度我很羡慕呢，我这边是-1度。他说我们最近也降温了，对，今天也是-2度、-6度，很神奇。对，所以师母上一次有讲到家里面要把你送到很远的国度来，真的大家都很担心哈。可是因为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有一个牧者为你祷告。是的，那个牧者。对对对，那个牧者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到这3件事情。上个礼拜其实也有讲了，就是我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泰国哈。后来就是很清楚知道，而且他也说，就是我会在那里常住，不是去旅游，特别强调不是旅游，不是去就是游学，对，也不是工作。对，那神在那里就有很特别的计划跟差遣。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嫁过来之前是没有到过泰国的，所以对我的家人，为爱走天涯的勇气，为爱走天涯。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那么伟大，也是很害怕的。对，但是神却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就安慰了我，兼顾了我，其实是兼顾了我，然后安慰我的家人，也安慰了我属灵的家人。那就是说，你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属灵的家和属灵的同伴。所以其实我来到曼谷之后，神为我预备的第一个属灵的家呢，就是曼谷怀恩堂。对，曼谷浸信会怀恩堂。对，这个是我们新堂，就是建好重建之后，对，很漂亮的一个那个礼拜堂，所以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对，那你觉得在里面演戏剧的都可以的，对吗？对对对，我们曾经在这里有颂赞会，那个音响真的非常好，对。所以也很感谢神为我预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其实左边那一张就是我们旧堂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特别的献唱。对，然后右边就是我跟牧师，我们应该是庆祝我的生日还是牧师的生日，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师母多才多艺呢，唱歌弹琴都难不倒。感谢主，感谢主。那个蛋糕不是我做的，对，这个才艺没有。然后就其实在怀恩堂里面，这个其实就是我属灵的家。那在这里的侍奉，一开始比较多是参与在诗班啊，跟音乐侍奉有关系。对，那也有机会教主日学啊，然后带领一些的小组长的训练啊，那有机会分享神的话，对呀。然后所以这个属灵的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生命侍奉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也很感谢神在这里预备了很多，就是让我成长的，也成为我的鼓励，也成为我的安慰的。
一些的弟兄姐妹。所以喜怒哀乐甜酸苦辣在侍奉当中其实都让我们不断继续的成长呀，所以我其实很感恩在那这里华恩堂大部分的人都是泰国人还是华人还是没有华恩堂其实是一个华恩堂，我是讲国语部的话哈，就是华语部，其实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会友都来自五湖四海。对，虽然大家都讲华语，但是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呀，有从内地来的，也有从台湾的啊，然后香港啊、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啊，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泰国本土的，在北部的啊、缅甸的啊，对，所以虽然大家都讲一个语言，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来自很多不同的文化跟背景，是，对，而且其实也感谢主，就是我们有从年纪很小的，你看有小朋友，然后再看我们的那个诗班员里面也有年纪很长的长辈跟我们一起献诗。是，对，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有点冷。是，人我放纵，对。所以从一进去哇，就好像很多工作就噼里啪啦的进行了哈，慢慢开展，对，慢慢开展，所以其实很感谢神。那这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还有到，就是我们教会旁边的广场 terminal 去传，就是去报佳音。对，上次有说到教会在 terminal 21的旁边哦，下次去那里玩可以去教会。教会平常有开吗？周间？平常周一到周六就是办公的时间，周二到周六啦，办公的时间。对，有时候礼拜六晚上就会有一些的祷告会啊、课程啊，对，那礼拜天就都会有聚会，对。欢迎大家去哦。是，对，除了华语还有泰语，对吗？对，除了华语还有泰语，是的，Yeah。然后其实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说属灵的一个同伴，就是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是一个研读圣经的团契。那它其实是姐妹的一个圣经团契呀，是一个国际的查经班。那其实在这里也对我自己属灵的塑造也很重要，而且他们是一年就是用9个月的时间来读一卷的书。所以是很深入，就是一整卷的书，像比如说以赛亚书，一整年就是读9个月，哇！对，所以它是很详细或者是很深入的去查考那个圣经呀，所以这个对我自己在圣经方面，然后也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服事，成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的核心同工，所以其实对我自己在训练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接下来就神让我有机会，第3个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 BCIS 曼谷基督教国际学校。那我有机会在这里就是教小学的音乐还有圣经。哇，圣经课哦，对，因为这是一个因为它是基督教学校。是呀，所以就有机会在这里，那也认识了一般的老师们，那也现在都成为好朋友了。虽然我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了，对，但是现在都成为好朋友。对，那还有就是后来我就大概其实我也不太记得2000几年了，对，我就有机会进入大概5、6年前，对，我就有机会进入泰国浸信会神学院念书。对，那时候我是用泰文来去念辅导课程。哇，这个厉害！大家知道泰文有多难看吗？没有标点符号，画一样，对，像圆圈，对，都不知道在哪里要断句这样子，很厉害。对，所以师母是到泰国才读神学院的。对，其实我到泰国才读神学院的。对，那其实一致就是上个礼拜也有听，就是我的家里的见证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第1个学位跟第2个学位都不是
跟神学跟音乐都没有关系。因为要远离家里，所以要读那个比较没关系的。对，所以但是神也很奇妙，就是虽然我那个时候读的是 marketing 市场学，还有 IT， 就是跟电脑系统有关系但是其实后来在我的侍奉里面，其实这2个学位都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对，那到最后神还是让我回到了神学院去就是受装备，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同学。是上帝要培养师母全才耶！你看各位观众朋友，marketing 跟 IT 是2个不一样的领域，在接下来在神学，全方位培养。感谢神使用啊！所以现在其实在侍奉当中一直都秉着一个信念，还有这样的一个心中的坚守这样的一个呼召，就是神还可以用我的一天，我就让神来使用这样子。是的，对呀，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有机会在泰国圣乐促进会，就是 CMA 里面跟他们也一起的服侍。对，所以其实透过这一些，我都交到了很好的属灵的同伴跟朋友呀。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有机会跨越语言的服侍。对，所以我有机会在沙屯礼拜堂，就是用广东话讲道，因为我爸爸是广东人，对，就有机会用广东话讲道。那在一个姐妹的一个团，其实一个国际教会一个姐妹的团，其实有机会用英文来去分享。对，去年1年就有跟他们一起来学习就是以赛亚书这样。然后也因着就是今天的主题因为种子事工的开始，那我们就有机会用泰文来去分享，也做教导。其实也是现在全球性很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性别教育呀。所以其实这一些我觉得不只是朋友，更是我的战友，就是我们一起侍奉，然后一起受装备，那他们也成为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呀。所以就好像我上个礼拜在结语的时候我说，神不会呼召世任的人，但是神会让被呼召的人世任。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神呼召的人，虽然可能自己会觉得不合适，或者自己觉得好像文不对题的感觉，对，但是当他呼召的时候，他必定会装备，并且让这个被呼召的人能够适合他的任命，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因为这样一颗种子的故事呢，就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就是 Esther 姐很好，把这个主题写说是种子的奇迹，真的是一个奇迹。对对，就觉得说一个种子小小的，怎么可以变出这么多东西的，真的是很厉害。对，好像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培养我们很多很多的才能。那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会想到要去赚钱，对不对？用这些才能，他就可以去开班啊、授课啊赚钱。可是我们想到的不是赚钱，是把这个变成更多人受益的这个事工。所以有了这个种子事工，为什么叫种子呢？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当这一颗种子是握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他要怎么使用，他要撒在哪里，那这个种子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果树呢？其实都在神的手里。那为什么会有种子事工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叫种子，对，那是后来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就慢慢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事工。那等一下在视频里面大家就会看到那个由来。那为什么叫种子？这个怎么念啊？我看到这个下面这个英文是吗？这是英文吗？对，其实看到有一撇，对，缅文哇，刚才说了英文，
什么泰文、英文、中文还有缅文，哇，太厉对，害。其实这个字是 music 呢，它其实是 music，其实是我可能就发音的不是很标准，因为缅文还没有学会。我们都不懂。是，对好，music 其实是缅文的种子的意思。哦。那怎么对会用缅甸文呢？呀，其实种子事工的开始，缘由其实是从一个缅文中文的一个 YouTube channel 我们开始的那个事工来去开始的，所以当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因为我们有开始了一个 channel， 那个 channel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到底要用什么名字会比较好，那后来我们就有一天我就在祷告当中，然后就读到了一粒麦子掉落在地里，就会长出许多的籽粒来。那我就在想，其实种子事工我们在如果要开展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撒种的工作呀。所以当种子握在神的手里面，然后神去撒在什么地方，它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果树，其实都在神的手里。所以说真的，种子事工我们只是被委任来去工作的人，我们是与神的来配搭的，所以对，其实更多是神让我们感动，我们去开展什么样的事工，或者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个事工，其实都是在于那个撒种子握在神的手里面。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已经撒在很多的土上面。这个而且这个很特别听说是爱心人士买的土地。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2019年就是那个新冠之前对发生之前，对，那就透过了爱心人士，他购买了土地，那就一赖是大概1600平方尺，就送给了我们作为其实送给我跟何牧师，那作为扩展事工的一个用途。然后其实因为买了土地之后就习惯了，新冠，对，就那个时候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就整个世界都停止了嘛。那一直到了2022年，就新冠期间，就是我们其实就开始建筑，就是偶尔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建筑，去做这个建筑。那其实，在那一段时间，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了建筑的预算。所以这个3年不是没事做，是准备。对，其实神都在工作。对对，神都在工作，而且你知道，新冠期间，其实大家在经济上面都非常的紧张，对，都非常的紧张。但是呢，神却很奇妙的就预备了建筑的费用。对，那个时候我跟牧师，我们的祷告就是，如果这是神你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就请你预备当中需要的这个费用。所以从一开始有地到我们建筑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正式向外去筹款的，我们都是在祷告当中求神感动人。那这也是对我跟牧师我们的一个这个的印证。那个时候其实神就很奇妙的在我们动土前就把基本建筑的费用，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基本建筑的费用就是可以有电有水，然后可以就是住进来这样子，就基本的一些费用。那建好了之后，我们再继续用信心仰望神。对，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打算要空着嘛，但是神却没有让这块地空着，所以2022年的3月份我们就动土了。对，那动土之后就用大概2年的时间，在2024年，就去年3月份，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开幕礼，对，就开始去启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命名为种子中心，因为这确实是由一颗种子开始，然后神让这个种子发芽。
对，来那我想先看一下我后面看一下 video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种子的外观，是对所以，yeah。我们接下那来也会我们看这个看一下影片。video，对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土地的改变。呀，所以其实就是回到2019年。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刚才我说的线上，我们开始在之前的那个频道呀，所以左边这位姐妹她就是对对，这是 YouTube， 她就在翻译缅文，对，那我就讲中文。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等一下也会介绍，其实我们有做3个系列，我们有做灵修，这个就是土地原本的样子。哦，对，然后这是开始动土要建造啦，很大一片的感觉。对，然后这是我们的1楼开始填土，就是开始要上升2楼。对，我们总共有4层楼。然后慢慢就从1颗种子1块砖就完成啦。对，所以特地才真的是种了1颗在那里。对，这个是一个羽毛球场、运动场。哦，这里有一个录音室，对，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可以容纳大概240人的一个会议厅，对，可以做一些的训练啊、讲座啊、concert 啊，很漂亮。这个是我们的外墙，就是 Esther 姐后面的，对，哎，这个种子的下面是土吗？没有，种子的下面其实我们是画成了一个我们是请一位弟兄，他帮我们画成了这一个鸽子，对，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然后这个种子呢，就是在神的手里，然后发芽成长。哇，对，很美的一个种子，对，漂亮的一个会堂。是，其实很感谢神，因为其实种子我们有4层楼，好，刚才大家都看到，那在第1层我们就有一个花园，那第2层我们就是一个可以容纳240人的一个会议厅，那第3层我们就有一些的课室，然后也有就是录音室。那第4层呢，就是一个运动场 multi court， 对，可以打希望是可以打羽毛球，也可以打篮球。对，这种子中心我们在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希望是可以培养儿童跟青少年的美好品格呀，那也可以促进亲子、夫妻、家庭的关系。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在泰国的华人社区，那也有平台可以让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侍社区的一些的事工。那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开始种子事工？是因为我在过去服侍的期间，就看到许多的家庭，特别是从不同国家来到这里的，比如说家庭啊，或者是一些外派的家庭，他们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要适应很多不同的一个环境啊，学习啊，那也特别在过去新冠之后开放之后，2022年之后就开始有许多的陪读家庭就进入到泰国的国际学校。那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就希望种子中心能够成为一个亲子的中心，对，能够成为亲子的中心。那希望更能够帮助不同的家庭，特别是华人的家庭，重新建立一个更整全的家庭。对，因为其实，在泰国这个家庭观念很薄弱，对不对？就是对，其实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有机会，就是服侍一些的缅甸的族群，然后也有机会服侍一些泰国的族群，但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是服侍在泰的华人社区。对，那希望就是种子中心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跟不同的方式。能够让亲子啊夫妻的家庭关系能够更加的整全，而不只是更好，而是更整全、更健康。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在进行当中的，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正还要继续再更新。对，因为录音室刚刚做好，所以刚刚装修好，所以我们就会希望今年能够重新开启这个爱的教导的系列。等一下也有一个 QR code，大家可以去就是scan 了呢，可以去听回听。大家在贴文里面也可以找到我写的那个连结。OK， 所以里面就会有之前我们录制的就是有爱的教导的系列是有中缅文翻译的。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开始这个线上的频道呢？就是因为在新冠的期间呢，疫情的期间，我们就都转成线上了嘛。那就因为方便能够来去教导。特别是一些我们缅甸小组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开始做录制。那我们就在想，既然录了，我们就不要只是给小组里面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开始一个YouTube 的频道，那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分享出去。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又发展出了中文早晨的灵修。对，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将近1000集。对，哇，1000，对对，现在要重新再更新。对，也很感谢神，让我们有新的一些的伙伴一起的来做这个早晨的灵修。对，那我们也发出每一天不同的经文，有中缅文不同的主题这样子，所以也希望能够透过线上的方式来去鼓励弟兄姐妹，甚至一些听中缅文的弟兄姐妹。对，还有朋友们。那当然，种子我们也做一些就是社区关怀的工作。那我们有机会就是进到一个贫民区里面去教英文跟中文。对，那我们刚刚过的12月28号就有在他们那边跟大概200位的小朋友一起的来过圣诞呀，但是幸福的小朋友。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感恩呀，他们就开始学英文跟中文。那还有就是我们去年8月，我现在都要讲去年，我现在还很不习惯。对，我也是说，明年要干嘛？不是已经今年？去年的8月份，我们就有跟真爱家庭协会，就是叶博士，那就在种子一起举办了家庭事工的训练跟培训，那就跟他们一起配搭，所以还很感谢神。对，是师母介绍的哦，就是我们的爱美师母介绍，然后才认识。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哦，跟佳韵师母没有真的见过面。对，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曼谷见面，或者我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好的，组团来这里哦，种子事工来这短宣，欢迎大家来嘿。所以这个家庭事工在。对，特别性别教育这个课题还蛮难的吧？是，其实也感谢神，就是种子中心事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跟香港优越的这个机构配搭。其实那个时候是2位的宣教师叫 Brian 跟 Carrie， 这个 Wise Choice 性别教育的就是游戏卡，其实是他们去研发出来的。那这个游戏卡里面是有3个语文。那因为游戏卡里面的内容是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我就没有让大家看到游戏卡。其实是透过这个 Wise Choice 的游戏卡呢，就是跟不论是大人或者是可能是12岁以上吧，就是可以开始聊天的一个年纪开始，就是做这个性别教育的一个教导。对，跟他们就是如
何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或者是一个更轻松一点的方式来去跟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谈性别教育。对呀，其尤实我们其是刚才对，好像跟师母讨论到说，因为现在性别教育也那个什么同性也合法了，对，所以会更困难哈，在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对，其实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谈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卡的方式，打开那个话题，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了解，就是孩子们他们是怎么看性别这件事情，或者他们是怎么看性的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些都是应该要谈，但是华人的家庭我们常常都避而不谈。避讳吧，嘿，唔谈讲，唔谈讲，嘿，唔讲，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其实很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当然是要受过训练才能够真的更有效的去使用。所以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跟师母报名受训，对吗？可以，我们提供3个语言的呀，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同工跟我们一起来去做教导，可以用华语、泰文跟英文来做教导呀。所以如果有兴趣，如果在泰国的话，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开放这个做线上的教导，那我们更希望是实体的呀。所以如果在曼谷或者在泰国，有想要就是更了解 Wise Choice 这个游戏卡的这种的方式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它的年龄层是从多大的小孩开始？其实呢，因为它是一个谈话式的一个这个游戏卡，所以我们更盼望他是至少11岁或12岁，他开始可以聊天，或者开始对这些有兴趣的时候，我们这个年龄层会更好。但是如果是从小学以下的话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课程，像 Carrie 跟 Brian 他们之前就有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方式，可以让12岁以下或者是比较小的儿童们能够认识和尊重他们的性别，这样子。对，是，很棒哦，大家一定要联络何师母，我都想去了，更了解，下次开课飞过去泰国参加。对，所以最后就很快的讲一下我们正在策划中的这些的项目。其实因为中心的整个就是规划的关系呢，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些的故事屋，那不只是它不是图书馆，而是希望就是父母带孩子来到这个故事屋里面呢，可以跟孩子一起的听故事啊，做手工啊，那可以也学一些简单的语文啊，这样子。那其实更多是希望能够促进亲子的互动呀。那还有比如说多用途礼堂啊，多用途的球场啊，那就希望就是家长也能够带孩子一起的来做运动啊，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是随时都可以去吗？还是等我们3月份正式就是启动公开的时候，就应该可以用了。对，因为目前还要做最后的一些的装修，对，跟修理。那这一块这个施工的地方也是在 Terminal 21附近吗？不是呀，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区域，在邦拿。如果熟悉曼谷的人，就在 Bering BTS 这一站。Bering 离我们家很近，以前的家。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有线上的一些的就是频道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在翻译一些的诗歌，我们有把缅文、泰文翻成中文，然后中文翻成缅文、泰文这样子。对，那这些都是未来一些的计划，我们就是希望从刚才我们所说的策划当中呢，能够延伸到比如说1年1次的儿童天地啊，能够有品格教育啊、塑造啊、故事分享啊、趣味游戏、立体的体验。那其实我们有跟不同的教会还有机构一起的来配搭，所以其实种子中心不附属任何的教会也不附属
属任何的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跟中心。那我们希望能够连接不同的华人的教会，在曼谷的华人教会，还有不同的机构一起的来配搭，能够更好的来服侍在曼谷的华人的群体呀。所以像我们之前有跟真爱协会，就是真爱协会就是有配搭啊，然后也有跟一些不同的机构配搭，那希望都能够做儿童啊、家庭啊、青少年辅导，其实是很需要的这个时候。对，那还有一些的训练课程啊、讲座呀，差不多，这就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种子中心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然后能够去就是帮助或者能够祝福在曼谷的华人，甚至泰国的华人教会跟华人的群体呀。所以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就是希望能够在2025年、2026年我们开展的一些事工的计划，能够神的手也在当中引导我们，也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那当然在推动一些事工人力资源经费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还是仰望主，让我们能够在经历种子的奇迹的时候，看到他怎么样的为我们开路。其实最后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见证作为结束。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到了，对，还有 bonus 的，对 bonus 对，那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种子事工的一些联络的方式，有 Line 跟 YouTube， 大家可以来去scan， 然后可以就可以联络到师母，对，也可以联络到我，对，那其实我们在建筑的期间也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跟奇迹。我们在建第1楼，就是我们在那个铺水泥，第1层跟第2层的水泥的时候，其实那2次曼谷都是淹大水，然后是天气非常的恶劣。那如果有做过建筑的人就知道说，要铺水泥的话，你必须要确保没有雨水，然后是完全干燥，那让这个水泥可以就是凝固嘛。好，是那其实那一天不论是第1次或是第2次其实我们都很紧张，因为第1次的时候整个曼谷其实是淹大水的，那也在下大雨的，但那一天呢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求神就是特别的恩待，那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结果那一天的工头就拍了一个照片给我们，那一天四面都是乌云，但是却有一道阳光就是照下来。其实大概在 video 里面，如果等一下大家回看，会看到那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阳光照下来，就照在我们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再一次的神也坚定我们的心，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工。那些工头都说你们的神真厉害，真的太厉害了，直接真厉害，就照那一块，那一块有阳光是吧？就阳光就在那里。然后第2次第2层楼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整个曼谷是乌云密布的，就像晚上8点一样。哇，那时候我们也更加的紧张，因为是2楼了。但是那一天虽然是乌云密布，虽然没有阳光，但是呢直到晚上差不多8点钟才开始下毛毛雨，但是其他地方已经是倾盆大雨，但是在我们这一区就只有乌云但没有下雨。所以真的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真的是奇迹。因为这颗种子如果是握在神的手里，神要撒在哪里，我们就是配合他的工作来去做，按着他所撒的地方，我们来去就是继续的来去工作跟服侍呀。所以
这真的很感谢神能够跟大家这样的来分享。是，我们也非常开心，连续2周师母把他这个几十年来的奇迹都分享给我们哈。其实真的很多细节，很多小故事，我们真的讲不完哈。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邀请师母来继续见证这个奇迹哈。大家可以给自己按赞，也给师母按个赞哈。今天很多人在线上，观众朋友来跟师母问候哈。那也赐福师母跟牧师在曼谷的这个事工哈，能够越发茁壮，然后有上帝满满的恩典哈，还有那种神奇的事，我听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谢谢你一定要有机会要来曼谷，要来种子中心。会的，下次去曼谷一定要去看一下，对，一定要去找师母哈，拜访师母，还要上一下课，非常的有兴趣哈。好，让上帝赐福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跟着我们对这么久的时间，愿大家在这个天气当中都很温暖，就是上帝特别对不对？特别照在你身上哈，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很温暖这样。好，安尼后礼拜一的下暗，搁转来伫澳洲哦，林老师要来跟咱分享伫阮家斯洛伐克蓝色教堂相信后礼拜一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日报1点10分，搁做伙来讲故事哈，礼拜讲台语啊。好，我们再次谢谢师母，大家萨瓦迪卡，平安，家平安。